今日嚟到兆康睇一間企理嘅蝶恩庭兩房單位，實用面積376尺，方位行返東北。單位景觀望返平台位置，客飯廳長4.7米，飯廳闊2.5米。客房闊1.7米，長約2.2米，床通常會打橫放，用埋窗台嘅長度去到2.3米。主人房闊約2.3米，兩間房景觀對住公園及學校，屬於永久景。主人房有櫃位同埋對流窗。蝶恩庭嘅浴室都係名廁，業主將原裝浴缸變成企缸。首先講講如果原裝間隔家私係點樣擺放。一部分住戶梳化會打橫擺放，間出客飯廳位置，對住電視機。蝶恩庭376尺有樣好處，大門靠近廚房位置，右手邊位置空出可以擺放飯台。另一個擺法係梳化拍牆擺。電視放呢邊，常見改動嘅做法，第一就會將廁所嘅門改左或者改右，加闊牆身嘅空間。另外就係封客房嘅門口，加闊擺放電視機牆身嘅空間。門口則由主人房進入，利用主人房門口位置整小走廊，兩邊整門口。今集嘅分享就差唔多啦。如果有更加多嘅設計分享，記得喺下面留言話俾我哋聽啦。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呢，記得聯絡我哋啊。